付費支持自由發聲，請支持 MyRadio。大家可以經 PayPal、PayMe、轉數快或者 Patreon 繳交月費。喺度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 嘅月費計劃。貫徹聲嘶力竭，繼續青筋暴現，身體力行，隔空發功，毓民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嗱，呢一節咧就我要講民主黨，因為佢琴日即係開呢一個特別會員大會咧，就即係有超過100人出席，包括嗰啲即係 POPs 嗰啲授權票啊，即係嗰啲人出席係嘛，咁啊以絕大多數嘅票數咧就通過授權中央委員會咧。就跟進呢個解散事宜，咁即係正式宣布解散啦，係咪？因為你喺個特別會員大會通過啊嘛，係咪？其實就喺今年2月就已經宣布會即係解散㗎啦，咁就會展開呢個解散嘅嗰個程序啊，咁啊，然後開呢一個特別會員大會啊，咁啊。然後投票通過授權俾呢個中央委員會去處理嗰啲解散嘅嗰啲程序啊，因為好多人都唔知道香港冇政黨法，唔係好似喺台灣用人民團體根據人民團體組織法咧，咁個政黨咧就即係成立政黨咧就要向內政部啊，佢又唔係叫做申請嘅嚇，咁即係你。即係符合即係呢個組黨嘅條件，咁你都可以即係成立政黨嘅。呢度有好多個黨嘅，係嘛？咁當然最大係得嗰2、3個黨嘅啫嘛。最大實際上就得民進黨啊同埋國民黨。咁而家有個民眾黨，勉強嚟講得叫3大黨，係嘛？其實就得2大黨，一直以來都係2大黨，係嘛？咁嗰個多黨咧就即係假假地嘅，咁所以有啲人對民眾黨、台灣民眾黨有啲期待就咁計啦，係嘛？希望可以多啲呢個即係政黨啊，咁啊發揮到嗰個制衡呢個政府嘅嗰個力量咁啊咁樣，因為民主就係需要制衡啊嘛，民主政治係嘛，一定要有反對黨噶嘛，係咪？咁喺琴日開呢一個特別會員大會啊，就通過咗授權呢一個中央委員會去跟進解散事宜。咁呢個黨主席咧會後就同啲即係傳媒講，而家正在尋求法律同會計人士協助處理嗰啲清盤啊，因為香港冇呢一個即係政黨法，香港嘅政黨咧係要用有限公司註冊嘅，係有限公司嚟嘅 ，OK 係嘛？咁所以會員大會即係股東大會 ，OK 係嘛？咁中央委員會即係嗰啲即係董事會係嘛？嗱呢個政黨咧，即係講起民主黨咧，當然佢有光輝嘅歲月啦，一段好長嘅時間都喺，特別係嗱佢係1994年成立嘅，係嘛？咁30年啦已經。終於就慘淡收皮，係嘛？由最初意氣風發，曾幾何時，喂，佔最多嘅民選議席喺立法機關，即係97之前嘅立法局同97之後嘅立法會，係嘛？佢哋都係最多議席嘅，係嘛？佢嘅議席開始減少嘅咧，就係成個所謂反對派嘅陣營，或者佢哋叫做泛民主派嘅陣營。嗰個政治光譜拉闊咗之後咧，咁呢個好正常嘅。你嗰個嗱，老實講，所謂支持民主派嘅、支持泛民主派嘅選民咧，一定喺香港係佔多數嘅，係咪？無論喺97之前、97之後，係咪？咁但係97之後咧，咪97之前咧，因為最大嘅就係民主黨啊嘛，係咪？因為佢由匯點同埋呢一個港同盟啊，即係
兩個政治團體合併變成呢一個香港民主黨，係嘛？第一任嘅黨主席咧就係李柱銘，係嘛？咁司徒華都係大佬啊，創黨元老啦，由港同盟到呢一個民主黨，係嘛？所以即係嗱，而家我哋睇到個圖呢一紮全部都係過去呢30年啊，即係領導呢一個香港民主黨嘅嗰啲主席啦，楊森啦，咪李柱銘啦，楊森啦，咁啊李柱銘都80幾啦，係嘛？咁啊阿華叔就走咗啦，係咪？咁啊華叔係元老咧，最有影響力啊，係咪？啊，即係當年2010年啊，民主黨走入中聯辦同共產黨密室談判，屌你出賣公民黨同社民連，咁都係司徒華即係喺後邊操盤嘅，係咪？咁啊，司徒華曾經係要求加入共產黨嘅，呢個係都知啦，係咪？咁啊，即係好耐以前嘅事啦。咁你歷任嘅主席咧，嗱李柱銘啦、楊森啦，係嘛？咁啊呢個李永達啦啊，中間嗰張相點解揾唔到一張阿達哥大頭相咧？啊，揾到就換張大頭相，咁樣係睇唔到李永達嘅，你明唔明？唔覺意以為佢係胡志偉添啊 ？OK， 係嘛？咁啊何俊仁啦、劉慧卿啦喺前線即係過嚟民主黨嘅劉慧卿又做過主席啦，我做立法會議員嘅時候佢就係民主黨嘅主席啦，係嘛？咁啊何俊仁啦、胡志偉啦，咁啊最後呢一個就係羅健熙啦，呢度就7個主席喺晒度，係嘛？從意氣風發到猥字枉屈的30年，真係可以寫本書嘅，老實講，係咪？當然大家個角度可能唔一樣啦，即係對我嚟講，民主黨我梗係好深刻啦，即係我最記得嘅就係喺呢個5區公投，我哋推動5區公投期間，佢哋就走去中聯辦同共產黨密室談判，跟住就提出胡志偉嗰個區議會方案，佢哋支持呢個政改，即係大家講數嗱，我哋民主黨咧係贊成呢一個行政長官喺即係跟住落嚟呢一屆都仍然係由呢個小圈子選舉，即係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咁即係冇變到，係咪？好啦，咁啊換取即係中共嘅同意就係我哋希望增加呢個立法機關嘅議席，就由60席增加到70席，咁5席咧係呢一個地區直選，5席咧係功能組別。不過呢5席功能組別咧就有民意基礎嘅，呢5席功能組別咧就擺喺功能組別區議會嗰度，就叫做區議會2。咁區議會產生呢一個即係立法會議員咧，就由區議員互選嘅。咁嗰個即係等於係間接選舉，係屬於功能組別。咁第一個界別，呢個界別嘅1咧就係原底嗰個區議會嘅功能組別，嗰個係間選，跟住呢5席咧就由區議會嘅議員去提名，然後具有區議員身份嘅人咧做候選人，咁然後俾全香港即係登記嘅選民、直選地區直選嘅選民，同埋沒有其他不是其他功能組別嘅選民。嗱，佢係直選嗰度咧，你係功能組別嘅選民，譬如教育界、社福界係嘛，呢個保險界係嘛，咩界都好啦。咁你都係選民，即係你有2個選民身份嘅，係嘛？咁如果你沒有具備其他嗰啲功能組別呢個選民身份，你同時又係即係直選地區直選個選民，係嘛？咁你就可以投票，即係呢個功能組別2啦。咁佢哋個講法就係嗱，呢個就擴大咗個民主，係嘛？喂！有民意認受性啦，屌你乜全香港人去投票噶嘛？呢個係嘛？咁所以佢哋個個攞幾廿萬票㗎，5席係嘛？分贓啫嘛，又係個候選人同埋提名嘅人全部都係區議員嚟嘅，咁嗰個咪即係篩選咯？選咩人唔係我哋投票嘅人話事，係嘛？提名咩人唔係我哋話事，係嘛？如果你地區直選，
我哋去參加地區直選，我哋要得到我嗰個選區係咪100個選民嘅連署係嘛？咁你先至可以正式去參選嘅行第一步，你攞到個提名先係嘛？咁呢啲係選民嘅提名啊嘛，你哋唔係喎，你係區議員喎，咁我哋梗係反對啦，係咪？咁佢哋講掂數啦，係嘛？我哋就搞緊5區公投，我哋搞5區公投就係要全面直選，包括行政長官同埋立法會，係咪？咁我上次都講過啦，我書都出咗本啦，係咪？人民最大5區公投實錄，係咪？所以有時我哋從事新聞工作嘅人，或者我哋寫文章嘅人咧，我哋就係咁樣，我哋好重視，你做一個記錄，係咪？無論你點睇，係咪？嗱，我呢個係一個記錄嚟嘅，係咪？呢一本書有埋我哋同公民黨嗰個即係嗰個備忘錄合作嘅備忘錄有晒嘅，係咪？好清楚嘅，啲錢點樣負擔個經費，全部有嘅，點樣先至為之呢個公投係成功，有寫晒入邊。所以對我嚟講，係嘛？即係當然啦，呢個有啲人話：屌你成日講呢單嘢，呢單嘢點解唔講？呢個係民主黨成立30年，呢30年來最大嘅污點啊嘛，亦都令到成個香港嘅民主陣營分裂，就係呢一個中聯辦。屌你諗，你入去中聯辦係咪？猥字枉屈，由當初意氣風發，幾撚大聲係咪？議席多啊嘛，係咪？係嘛？呢啲大家上維基百科睇下啦，係咪？或者睇下即係啲相關嘅文字，因為我呢段時間我講唔到嘅，係咪？咁但係將來我會講嘅 ，OK？ 我而家喺度整理緊，即係話過去呢幾十年喺香港個政治發展，我有份參與嗰啲係咪？特別係係咪？第日我會做個節目啦，嗰個最好噶啦，係咪？跟住就變成文字係嘛，就係咁啦即係喺我瓜老襯之前呢樣嘢我一定做嘅 ，OK 係嘛？我啲選舉嘅文宣啊，係嘛？開會嘅記錄啊，屌你冇點樣俾人迫害啊，係咪？諸如此類，全部都有晒文字、時地人記錄，唔係空口講白話嘅，係咪？但呢個好重要，對我個人嚟講，係咪？我哋嘅得失、毀譽唔重要嘅。係嗰件事，係嘛？你要將個真相話俾人哋聽，係咪？即係你講開所謂民主黨咁，大家都有好多你可以高度評價佢都得嘅我同大部分呢啲民主黨領導人我都交過手㗎啦，係咪先？我哋係冇私心嘅，係咪？亦都同佢哋冇私怨嘅，即係佢後期好撚憎我一件事咧，即係等於興姐係咪？我喺電台做節目嘅時候，屌佢俾人趌，我撲出嚟就撐佢嘅，啱唔啱啊？係咪？為咗呢一個即係公投，為咗呢單嘢，屌你咩？佢喺個 lift 度見到我都幾乎想行出去咁滯啊，係咪？即係可以去到呢個地步嘅係咪？咁今時今日又如何咧？嗱，你民主黨散黨啦，興姐出嚟講幾句啦。係咪？你仲喺香港做節目，有個民主黨台，係咪？係咪呢個台應該收檔咧？係咪？佢而家做緊呢個台，以前係我有份搞嘅，叫咬下 TV 啊，話俾你聽啊，蛻變出嚟嘅，我有份搞嘅，係咪？即係你民主黨基本上就係你睇下專業係嘛，精英係嘛，咁後尾因為你要選舉。咁亦都有基層嗰部分，所以喺民主黨裏邊咧，曾經亦都試過有啲少壯派或者喺民主黨嘅左翼退黨咯，係嘛？陶君行啊呢啲咪咯，係嘛？陳偉業呢啲咪係咯，係嘛？後來就變咗社民連嘅骨幹成員啊嘛，呢啲咪左翼。即係話你一個黨發展到咁上下嘅時候咧，夠大嘅時候，你一邊就係一定會有唔同嘅派系嘅，嗰個唔可以叫做分裂，同埋呢一筆亦都可以講嘅，係咪？佢一大紮呢啲少壯派㗎，係咪先？退黨啊，係嘛？咁即係等於政改方案2010年佢哋嗰個政改方案即係佢支持政府嘅政改方案，同埋佢提出呢個區議會方案，咁政府接受咗，因為共產黨立頭啊嘛，係咪？咁佢內部都有唔同意見㗎，係咪？
涂謹申夠同我講話，佢唔知啦，屌你諗後來佢咪投咩票啊？係嘛？鄭家富就唔投啦，係嘛？跟住就退黨啦，咁都有人會咁樣噶嘛，係咪先？咁呢個就係話，嗰個政治路線出現好嚴重嘅分歧，咁佢就要拜拜㗎啦，同你係嘛？咁就好正常嘅，任何一個政黨都有㗎，係嘛？台灣民進黨冇啊，國民黨冇係一樣係嘛？但係佢呢件係醜事嚟㗎嘛，係嘛？屌你咩？如果按照今日民進黨嗰啲標準係嘛？咁我哋係咪又好似民進黨咁屌你乜扣嘅紅帽子咧？我都係講嗰件事啫嘛，你明唔明啊？所以我話佢猥詞枉屈。到後期你睇到成個政治光譜，譬如由社民連出現，咁佢嘅議席就開始少啦，係咪？跟住有個人民力量係咪？先係有公民黨，有公民黨有社民連，有人民力量。喂，有啲所謂激進民主派，雖然公民黨到最後都係同民主黨企埋一齊，係咪都係泛民？係除咗搞5區公投1役，就俾人哋話佢係激進民主派之外，咁佢哋呢班律師大佬全部都藍血人嚟噶嘛？佢肯參與呢一場5區運動，我就當佢阿爺咁拜啦，已經啱唔啱啊？係咪？咁但係後期咪係一鳩樣變咗泛民，屌啦啱唔啱啊？係咪先？咁但係佢好過你喎，人哋晨早就解散喎，係嘛？刑格細禁點到你唔解散啫，係嘛？你仲要喺度屌你老母猥詞枉屈喺度求咩啊？仲有咩可以做啊？到你羅健熙，你話俾我聽，你仲有咩可以做啊？啊？選舉啊，係咪撚俾你選係嘛？做壓力團體啊，香港有壓力團體咩？早就要收皮㗎啦，大佬，所以而家叫慘淡收皮，係嘛？你諗下，你當初有幾多席啊？一路落嚟買少見少，你仲唔撚識變係嘛？跟住仁哥啊喺反送中運動裏邊仲要講一句説話，因為啲僆仔啲勇武派出現啦嘛，屌你咪又堵路又掟汽油彈嘅時候，佢話我哋一定俾呢班後生仔害死㗎啦，冇計。仲係有呢種咁嘅睇法嘅，你明唔明啊？即係我啲人成日話我，屌成日好話佢哋。喂，我90年代初我已經寫好撚多文鬧鳩佢哋㗎啦，大佬，白紙黑字。呢本人民最大，我出咗我94年寫嗰啲批評民主黨嗰啲文，佢哋啱成立冇幾耐，係嘛？我喺龍門陣個節目，華叔坐喺度，係嘛？屌李柱銘坐喺度，我都照開波啦，係咪？嗰次搞下劉千石嗰次，係嘛？喂，呢啲全部有記錄喺晒度㗎嘛？屌你唔係我，喂我唔係我組咗黨做咗議員先係喐佢哋㗎嘛，大佬啊，係咪？大家路線唔同㗎嘛。路線唔同都唔緊要嘅喎，咁你咪睇選民咯，係咪？咁喂個政治光譜拉闊，有啲人係中意我哋激進噶嘛，係咪啊？我哋叫進步民主派，跟住就變本土派啦，係咪？你係喂你跟唔到嗰個人民思潮，嗰啲年青人唾棄你啊嘛，大佬啊！即係等於我哋咁，2016輸咗之後，我哋就已經宣布退出政壇啦。屌你乜賴死喺度，係咪？你唔好理佢哋嗰班人係點樣，喂係佢哋嘅世界啦嘛，已經係，即係我講過 N 咁多次，屌你諗乜霸住無坑不拉屎係嘛？推動民主運動一啲，屌你咩一啲勇氣都冇嘅 ，OK？成日喺度屌你諗乜自己閂埋門，屌你乜同溫層係嘛？到咗2008年出現社民連之後，跟住係嘛？你民主黨又去中聯辦，跟住你個民主黨就開始仆街㗎啦嘛，已經係走下坡㗎啦嘛，你唔轉就已經死得㗎啦嘛，咁啊，啲年輕人已經唾棄你啦，大佬，係嘛？唔使等到2019年啦，先至醒啊！啊，屌你咩啊！即係支持呢個反送中運動啦，係咪？接受呢啲勇武派啦，係嘛？包括即係黎智英係嘛？一路都話呢啲港獨，屌你咩共產黨搞噶嘛？黃毓民咯就係、屌你啦，咩咁嘅嘢都噏得出啦，係咪？咁啊係啊，嗰啲主張港獨嗰啲大部分嗰啲後生仔都喺 MyRadio 做節目㗎，屌你梁天琦、黃台仰係嘛？陳浩天、周樹峰，你咪數啦，一大扎。嗰啲學生領袖全部，喂，我自己係唔贊成港獨嘅人都知啦，但我會俾佢哋喺度講噶嘛，大佬啊，嗰個言論自由嚟噶嘛，咁仲唔清楚啊？係咪？有咩好賴啊？而家你咪要收皮啊！你收皮係好撚唔光彩添啊！直情係早就應該要收啦，係咪？
回顧翻我哋從政嗰10年，喂，屌你有乜4個字，轟轟烈烈嘅大佬，係咪？背脊俾人插撚到花晒，全部都係刀嚟嘅，係咪？明嘅嚟又有，暗嘅嚟又有，乜春都有，係咪？屌你乜共產黨又有，係咪？咩人搞你又有大把黑社會又嚟搞你，係咪？共產黨又揾黑社會又嚟搞你，係咪？知道我同某個社團個家族好撚熟，就揾個家族嗰啲人嚟屌你，諗乜又同我傾，又有乜撚都出齊，我哋有冇改變啊？冇，係咪？有冇動搖啊？5區公投會唔會停啊？我仔喺大陸俾人揾撚住，係咪？有冇停啊？我5區公投，屌你老母成日屈我，你肥佬禮，屌你咩？你而家俾人揾撚住，我唔係同情你，我係老撚土共產黨做呢啲嘢，係咪？但係你係好撚仆街咁啊！事實係咪？屈得就屈係咪？所以我係好撚討厭啊！大家要明白點解我喺台灣喺呢度成日屌鳩啲民進黨就係佢哋屈得就屈啊嘛，係咪？你號稱民主派，乜同香港呢班民主派一嚿樣？你鬧佢咩？你趌佢你就係共產黨同路人，呢度又係咁。所以我係好撚討厭呢啲嘢嘅，我話俾你聽。即係佢民主黨有啲，我都有啲好 friend 㗎，其實係嘛？不過我唔開名啊，係咪？佢哋有啲人都有同我講㗎，係嘛？屌你，乜你搞撚到佢啊嘛？啱唔啱啊？係咪？唔好話陰謀啦，乜讀咁撚多書你啲人，屌你老味真係係嘛？有啲嘢啊冇證冇據，屌你老味喺度鳩噏係嘛？咁但係冇所謂喎，係咪？你話啊，我哋過去嗰10年，我哋喺議會嗰8年，邊撚個搞撚到個政府雞毛鴨血啦？你啊，你民主派啊，屌你啦咩？我掟蕉，我哋喺議會搞嗰啲議會抗爭，開記者會譴責我哋，屌你破壞議事規則都夠膽死嘅，屌你啦咩？真係一次係咁，2次係咁，跟住我哋5區公投辭職。我哋參加5區公投，辭撚咗個立法會議席，喂大佬喂，我啲伙計都冇解散啊，照出糧啊，大佬嗰幾個月，再選翻入去係咪？中間唔見幾多錢，你知唔知啊？屌你老味，為咩啊？係咪？你哋嘅僆威啊，一個6-4，屌你咪搭着嗰啲死爛者血跡，屌你咪即係鮮血，咁你就係咪？我唔可以話你富貴亦榮華，個個屌你咩？喂，無風無浪，屌你咩喺立法會度啊指點江山，咁咪做嘢啦，係咪？點解要搞到喂屌你咩？你嗰啲民主黨啲人退黨係咪？揾我嚟去組織社民連咧？你話俾我聽係咪？喂，我哋都好清楚，我一唔啱我就散檔係咪？屌你咩？你阿土我。喂，俾捧你做主席，跟住你就企撚翻去民主派嗰邊，咁冇計嘅喎，咁我焗住要同你分噶嘛，係咪？呢啲都係歷史嚟嘅，值得回顧一下嘅，係嘛？而家情況就係，喂，你啲核心成員唔係流亡就係坐監，係咪？咁呢個係咪慘淡收皮啊？你話係咪？好簡單啫嘛，唔好話我出呢條題，好似話我笑鳩你。喂，呢個係事實嚟噶嘛？從意氣風發到猥詞枉屈嘅30年呢個過程，你威得好撚耐㗎，其實係嘛？係由我哋出現開始就冇咁威，係嘛？跟住到2019年就冚家產啦，開始2020年就冚家產啦，係嘛？其實好多民主派嘅人，包括劉慧卿啊、何俊仁啊，或者胡志偉，可能佢而家心目中都認為，屌你咩冇你呢班咁嘅即係反送中呢班後生仔咁激進，係嘛？我哋又唔使咁早死，唔使咁早死，你都係會死嘅啦。共產黨一定俾你生嘅咩？屌你啦，真係係咪？你又冇去堵路，你又冇去掟汽油彈，屌你乜？點解你要坐監咧？參加初選都要坐監嘅，係嘛？所以佢哋而家到而家為止仲未醒嘅，有啲人都認為就係呢一場運動害撚死個民主黨。喂，呢個金主黎智英，共產黨處心積慮都係要搞佢嘅 ，OK？
冇呢一個反送中運動就遲啲搞，都係要揾位嚟入嘅啦，已經係咪？成個國安法係咪？即係大家唔好忘記，我出嗰本書出版嘅日期係國安法頒布之後1個月。要出呢本書同埋我編寫呢本書嘅時候，係我喺養和醫院瞓撚咗2個禮拜，其中有4日喺呢一個 ICU 走過死門關，行出嚟，屌你咩5月4號啊！呢個即係5.4運動紀念日出院咁啊，跟住就開始寫呢一個，就開始編呢本書。2020年嘅5月4號，2020年嘅7月1號就有國安法啦，係咪？書照出，嗰本書就係我一早要求我啲支持者訂購，所以出2版書，連埋精裝書賣咗7000本，係我哋有史以來普羅出書賣最多嘅。OK， 就係因為呢個運動，係咪？嗱，即係而家佢散黨啦，係咪？咁但係我哋寫香港呢一段所謂政治發展嘅歷史咧，民主黨嗰章咧嗰個 chapter 咧同我有關嘅咧係好多嘅 ，OK 係嘛？所以不得不寫嘅。我而家已經擺咗好多啲，即係而家整理緊啦。總之係嘛？嗱，我可以同大家保證，唔係好似我而家做節目咁喺度屌你咩講下爆泄屌鳩人。我哋係會用一個好客觀嘅立場，係根據事實啊，將啲事實調出嚟。譬如我舉個例，佢哋入咗中聯辦，跟住佢出咗一篇嘢啊，咩6人小組咁嘅，有個報告書係嘛，公諸於世就冇人睬佢嘅，冇人接受佢嗰種講法嘅，包括死咗個李儀，當時喺《蘋果日報》寫篇嘢，對佢哋係好唔客氣嘅都，係咪？後來又揭發咗原來梁愛詩掹線嘅，同共產黨傾係咪？所以即係撇開佢哋，仲有冇可為嗰個角度？喺而家香港咁嘅政治環境，你呢啲政黨仲有咩存在價值咧？請問係咪？除非話我要繼續抗爭，好似社民連咁，佢要繼續遊行示威啊，就呢個即係捍衛基層利益，咁都仲有得講啊？係咪？佢好清楚㗎，佢喺即係。佢嗰個政治立場，佢政治光譜就係左翼啊嘛，係咪？社民連係左翼啊嘛，即係你哋而家一般講嗰啲左膠啊，係咪？你哋成日講左膠，屌鳩啲左膠，而家好撚巴閉㗎，而家因為啲左膠死鳩晒啊嘛，個個耀武揚威啊嘛，有個 Donald Trump 係嘛，咁所以陶傑就最撚右㗎啦，哇幾撚開心啊，講乜都左膠㗎啦，係咪？屌你咩變咗我哋都係左膠，係咪？即係講民主黨其實好多嘢講嘅，不過算啦，因為跟住落嚟仲要講第二啲嘢，咁解散咗咪好咯，係嘛？唔使頭痕啊！因為我哋呢位偉大嘅民主黨又有香港民主之父嘅李柱銘啊，即係佢係最輝煌嘅時期㗎啦。Martin 喺度嘅時候，係嘛？因為 Martin 落咗嚟開始就一路走下坡，呢個係事實啦，係嘛？即係有好多人嘅講法唔同嘅，有啲人因為佢同北京有偈傾嘅，咁後來又漸行漸遠，因為佢哋又激進啊，又走翻，即係講呢啲都係廢話嚟嘅。佢唔係淨係求生存，佢要求發展㗎嘛，係咪？佢要喺政治上有影響力㗎嘛，係咪？咁喺民主派嚟講咧，其實好多人都唔知，台灣好多人都戇撚鳩鳩嘅，係咪？以為民主黨係即係反中嘅，民主黨從頭到尾都不反中，亦都不反共。各位，只不過佢哋有啲主張，共產黨嘛，即係對佢有啲壓迫嘅時候，咁佢咪可以即係俾人睇到話嗱，我都係即係被共產黨壓迫嘅咁樣。咁屌你乜你被共產黨壓迫，你唔撚反抗係咪？民主回歸派嗰啲係，我寫過無數咁撚多文章啊，唔係我做議員嘅時候寫㗎，係90年代係咪？佢哋屌你咩接受
共產黨嘅俾啲名銜佢啊，呢日屌你咩啫，咁已經係㗎啦。嗰個喺香港主權移交之前，你司徒華同埋李柱銘加入呢個草委會咧，嗰、個大家仲可以理解喎，係嘛？因為好啦，已經把即係呢個中英聯合聲明講得清清楚楚啦，係咪？97年7月1號之後咧，係嘛？個主權咧就歸還俾呢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係嘛？咁但係要實行一國兩制啊嘛，資本主義制度50年不變啊嘛，係嘛？咁所以你睇個中英聯合聲明同後來嘅基本法，喂、個內容喂你係根據中英聯合聲明寫嘅，大佬。咁啊，英國人焗住要接受咁樣嘅，係嘛？咁跟住落嚟，你睇一路落嚟都係荒腔走板噶嘛，係咪？咁你可以爭取噶嘛，係咪？民主回歸派啊，佢哋叫做係咪？佢哋係奉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正朔㗎，我哋話自己係中國人，我就係奉中華民國為正朔㗎。OK， 呢個分別好清楚㗎，係咪？咁啊，所以我哋咪喺我哋後生嘅時候咪俾人話係右派咯，係咪？啲人話我冇鬧國民黨，最鬧得勁國民黨就係我啊！尤其係李登輝做總統之後啊，屌你老味真係，好在有白紙黑字喺度啫，係咪？好，唞唞。